各地的莲友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头一章要跟各位来介绍，这是一看大家都一目了然呐，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但是目前时下的社会风气啊，实在是太糟糕了，不懂得饮水思源，不懂得知恩图报。 人的心性上已经非常恶毒了，反常了，跟天地之间好像在对抗。佛菩萨都告诉你，你要世间呢，你要得到大成就，要修三福啊，三福。第一个就是世间的福报的四福，要修四福；第二个要行福，修行上得到的福报。 第三个是戒福，持戒以后得到的福报。那么四福呢？世间的福报，第一个首要提倡的、重视的、特别强调的，佛告诉我们，一定要孝顺父母。如果你不懂得孝顺父母，你的世间的福报就没了，没了，你自然就溜走了。那你看，不孝父母会怎么样？ 不孝父母，你想求福报，想求到福报，了不可得，根本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得到。要满你的愿吗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天地护法，所有的这些天地之间的龙天护法、法界善神都不同意，天地善神都不同意，不答应，因为你违背了嘛，违背了嘛，这是一个自然的法则，但是违背。 你故意对抗，你的心性非常的顽劣、顽强，非常的恶劣。你不懂得做人，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懂得对父母感恩嘛。父母有养育之恩，养育之恩，有生育之恩，有生育之恩，有教育之恩。所以父母对你的恩，像天那么大。 像地啊，像海那么深的，那你永生永世要报答都没有办法达到1/1000，怎么可能说我用话来忤逆啊，用动作来杀他或者骂他呢？那这个是没有办法，这十恶不赦的大恶人，各位是大恶人，所以一个不懂得孝顺父母，你要求福。 是不可能的，你是欺骗你自己。你等到你得不到，然后你想说：“哦，我为什么别人这样，我为什么得不到？”你有没有问你自己？你违背良心，你不孝父母，所以天地的善神都不答应，不答应。因为为什么？你逆天而行，你违背了，跟天违逆就对抗。 你没有按照原来他应该有的法则这样去做，你违背了，所以你违反法则，其能随愿？难道你这样做就能满你的愿吗？不可能的嘛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实该警惕啊，这实际上是应该要好好的要警戒一定要好好注意的事情，要好好注意，所以应该要警惕。所以各位。 你们想不想身体健康啊？想不想你的日子幸福快乐啊？想，我们也想说我们贵人很明显，随时都在关照我们、辅助我们，想不想啊？你的事业顺利，财源广进，想不想啊？你的子孙要孝顺你希望儿孙满堂你想不想啊？想。 你们都想，但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？你首先对你父母要孝顺。你如果对自己父母孝顺，你的儿女就会跟你学嘛。如是因感如是果，你有因才有果报嘛，各位对不对？你怎么做以后怎么得。所以各位这一章很重要的观念，希望提供给大家。现在目前的社会风气啊，一直很败坏，人不懂得对父母尽心尽孝，要怎么孝顺，不懂，这很可怕，这很可怕。为什么社会会动荡不安？为什么会有天灾地变？就是因为你逆天而行，你违背了上天的旨意，
你这样子违背良心，拼命的去做一种违法的事情，对父母啦不恭敬啦、不孝顺啦，做出这种行为，大家都不耻，觉得你是一个不愿意跟你这种人在一起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所有的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要谨记在心，一定要好好的，有过错了，做不对了，我们要赶快改弦，一定要好好的，要弃恶向善，改过自新，过去不对，马上向父母忏悔，这样自然你就会有好的将来，就有好的将来。我们深深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